歡迎你嚟到三藩市加州大學 UCSF Inspire 嘅疼痛管理課程嘅第一個星期。好感謝你選擇加入我哋嘅旅程。我哋明白到你嘅時間係非常寶貴嘅，因此我哋希望課程裡面嘅每一刻都能夠發揮最大嘅效果。嗱，喺過去呢幾年裏面呢，我哋與你嘅社區有緊密嘅合作，創建咗呢一個手機應用嘅程式，而呢個程式咧係提供一套身心調和干預嘅方案嘅，並且喺每一個星期咧都嚟到幫你聯絡一位疼痛管理嘅教練，為你嚟到去提供支持㗎。除咗每一周嘅課程之外咧，你仲可以透過呢個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嘅主頁嘅按鈕嚟到去訪問資料庫，你個人嘅數據同埋個人嘅收藏，仲有一整套嘅身體同埋思維練習。喺呢一周，亦都係12周計劃裏面嘅第一周，我哋將會首先一齊建立一個良好嘅基礎，討論點樣去擁有一個正確嘅心態，以充分利用呢個課程嚟到去一齊去探索3個簡短嘅章節，嚟到顯示心靈同埋身體之間與疼痛相關嘅聯繫。我哋咧仲會分享一啲患者嘅故事，並且播放一啲患者經歷嘅影片咁樣。為咗幫助你練習一啲新嘅技巧啦，我哋仲會為你嚟到提供一啲嘅建議，咁樣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進行一啲嘅練習㗎。嗱，要記得喎，你將會咧係同你嘅疼痛教練進行第一次嘅遠程會面。咁如果你仲未去預約嘅話咧，我哋會幫你聯絡，咁安排一個方便你嘅時間。好啦，就讓我哋一齊去開始呢個第一周嘅課程，一齊去揾靈感，同埋踏上呢個治癒同埋成長嘅旅程啦。